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呢啲人，日日都好努力、好忙，做足本分，但係幾年過咗去，個位置一啲都冇變。但係另外一啲人好似冇你咁搏命，但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升得越嚟越高。今日我唔係想講啲咩勵志嘢，我係想同大家講位置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係 Still。世界公唔公平，我改變唔到，但係每一個選擇嘅代價，我一定會同大家講清楚。喺香港，好多人由細到大都聽一句說話：做多啲，總會有人睇到你。但係現實係做多，只會換到更多工作返嚟。而且你唔係一定可以換到位置，因為位置唔係用努力去換，位置係用你可唔可以被取替嚟兌換嘅。咁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一句好現實嘅說話先啦。世界唔會因為你努力就會自動幫你升級，世界只會問你一條問題：冇咗你會唔會變得更加麻煩？如果個答案係唔會，就算你一直好忙，都只會一直原地踏步。我會講3種最常見用錯努力嘅位。第一種係做到最好，但係冇做到不可代替。你係一個好員工，但係你做到嘅嘢，隔籬新人可能3個月都學到。你越勤力，老細越放心留翻你喺原位度。第二種嘅係成日幫人解決問題，但係冇建立位置。你成日幫人救火補鑊，個個都話你好有用，但真係要揀人上位嗰陣，老細揀嘅永遠唔係最肯做嗰個，係知道下一步應該點行嗰個。第三種嘅係用時間換價值，而唔係用判斷換影響力嘅人。你肯 OT 肯捱，但係冇一樣嘢只有你做到。時間會過，體力會跌，你嘅價值都會一齊跌。所以個問題唔係你夠唔夠努力，問題係你嘅努力有冇幫你換到一個位置。如果你而家做緊嘅嘢只會令到公司運作更加順，但係冇令到你個角色更加重要，咁你就會一直被需要，但係永遠唔會被升級。如果而家大家都係卡住，我俾3條好現實嘅問題，大家可以問下自己。第一係公司冇咗我，會唔會即刻好亂？第二係我嘅工作有冇一樣嘢係其他人做唔到嘅？第三，我而家累積緊嘅係技能啦，淨係位置。如果答唔到第3條，大家都會有啲危險。我唔會同大家講繼續努力就得，我會同大家講一啲比較實際嘅努力。如果換唔到位置，你只喺度消耗緊自己。大家唔需要即刻轉工。你亦都唔需要即刻創業，大家只要諗清楚，你而家行緊嘅每一步會唔會幫到你嘅人生再前進一格呢？